上！杀无赦！嘉靖31年，皇上一心向导，不上朝。本书时甚有奸臣严嵩当道，断章枉法，横免私财，杀忠良，灭公道。利用四郎后中，因弹劾严嵩，被蒙门操斩。好贼呀！是好贼呀！父亲，母亲，你的母亲！是你的母亲！少爷快走！少爷快走！管家开门！管家开门！少爷，岳父岳母大人在上，文婿拜见二老。也许请起。谢过岳父岳母大人。文婿，你风尘仆仆的，快到后堂去休息一下。是啊。小翠，叫小姐快出来。哦，小婿还是在花园等儿小姐吧。夫人，这再知今日有些反常，怕是有什么心事哦。是啊。文氏哥哥，兰英妹妹，一向可好？文氏哥哥，你还记得这颗事吗？记得。此事正是我亲手做，如今是庭院里分外娇，是这娇虽来也是培养，待那花开枝头成一来。但因他此心是沉迷更改，我却是浑身冰凉，看难文氏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
怎么今日相见，如此身份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天色渐暗，我们去用晚膳吧。我已吩咐子王，特地做了你爱吃的菜。兰英妹妹，雨心了。文旭哥哥，老爷，李大人在书房等你，属于要事。哦，夫人，我前去看看啊。走吧。哎呀，李大人王大人，慢。怎么了？哎呀，王大人出事了！欧让书一家寸遭灭门呐！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文旭刚才还在我府上啊！什么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快将他绑了，抓他监官去吧！这怎么可以呀？我家当初与我王家有恩啊，抓他监官，这子还能活命吗？哎呀，王大人您想过一句话，灭了朝中多少大臣？要是有人看见你有本人一家往与来往，我看呀，下一个我们潮汕就要轮到你王家啦！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小心身都野杂！哎，文旭哥哥，你辛苦了。兰英妹妹，你快些回去，莫要因为我连累了你我家人。哎呀，王兄生死不在，为君节呀！免得阴差梦动将他。李大人，让我再想想，让我再想想。哎呀，死在身边呐！我看你那一招将他绑了，一送官府。想想，我在想。哎呀，文旭哥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？难道你就没有话要对我讲吗？兰英，你来看。去边伤情啊，我是个可怜可悲的无家人。文旭哥哥，切莫死爱死气！我一定会想办法娶你出去，做你保家罪，
国恨，兰英在上，随我和文旭一拜。文旭哥哥。文旭言希，你快拿着这些东西速速离开绍兴。岳母大人，这可使不得。母亲出了什么事啊？兰英，此处不宜拘留。听李大人说，明日一早要将文旭一进官府。啊，不会的啊，我这去弟弟，道声要紧。哦，文旭哥哥，你去哪？我去哪？我要跟你一起走。跟着我，你这为谁苦？你有何病？不，文旭哥哥，你说不去，我便生死相依。来，你母亲都是女儿不孝，他是夫君大催得报之书，女儿再来尽孝。现在哎呀，王大人啊，你倒是拿个主意呀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和欧文修都不见了啊！我那宝贝女儿快！哎呀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老爷，老爷，我愣着干什么？一定是那欧文修带了小姐追了，我还不快追！小心！娘子，你快转来了！转来了！娘子，好生来。朝中有情全是恨，乡里不的富贵身，有臣上京笑颜城，恩人心花更富
起！啊！喏，快追！哦，追！小娘子哪里逃？哪里逃？朗朗乾坤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哼！我们张大爷的娃就是王法强！快走！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小人一时疏忽，他撞在这碑上死了。蠢材，反动！外婆官亲去处理掉。啊，是，小人该死，伤了老爷的心。回府。哎，老爷，你来看，那边来了一男一女。漂亮！哎呀，漂亮！真的漂亮，老爷，我去把他抢了。哎呀，你就知道抢，没有见过不是大爷扫兴的。这，先跟上去，快！哦，这。娘子很是疲惫了，天也快黑了，我这就去寻个清静客店养息几日，再迎上路。娘子意下是何？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哎呀，在下这里万望多多报恩。区小事不必在意啊。宽仁兄风尘仆仆，想必是外乡来到此地。啊，真是啊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？小生姓侯，名文旭，会计人士，附近的事路过宝地都说一下。我们既能相遇，想来也是有缘。我们都是读书之人，本身想与仁兄成为知己好友。这个还未请教兄台真姓。姓张名大不要hỏi。在这黑人地方，提起我家大爷，那是赫有名，小人不知，大人不晓。张仁翁失敬了。不管，我仁兄实不厌弃，就请暂时安睡。我愿与你吟诗为文，把酒言欢。我家大爷最喜欢结交读书之人，何公子还是知道我家去吧。对。不妥啊！张仁翁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在下夜气动营，多余不便，找个旅店自下即可。既然何仁兄不愿指导我家，在下也不强留。这是仁兄随带女眷，还需经过清静客店才好啊！东街与容我杨柳，乃是海宁第一等清静客店。我杨柳，对，我杨柳。仁翁不进去了吗？我就不进去了。何仁兄与嫂嫂一路旅途劳得，今夜晚请早些歇歇，张某改日再来探访。实在太客气了，就此别过。娘子，大爷妙。
官人，请用茶啊！哦，娘子，你路途辛苦，你该好好养息几日，千万不要再为我操劳了。官人用功读书，为其悉心照料，乃是分内之事。官人，快用了这杯香茗吧。哦，此次有劳娘子西山里两芒光算夜明，今日里文须何因配来迎？你本名门千金女，我是穷途落怕神。只因我比人们低，何况你家朝天配很奸臣。从此同命相连，同相依。从此是宁宁相随，心连心。我怜你龙困沙滩难飞腾，我敬你雄伟宏图之凌云。娘子面里紧记心，我与你生死何妨永不分。遇早遇人不轻易，我定要震慑草纲自己，深冤相报复仇。凤冠牙背谢夫人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喜报了。张大爷，何公子，何公子，哦，管家来了，请进。管家与我见教。我家大爷备帖相邀，何公子和夫人今日请务必过府赴宴。这个，我家大爷是几次相请，何公子都不肯赏脸，今日再不去，就是看不起他了。
哎呀呀呀，小生真觉实是不为饮酒。何公子不为饮酒，那就少饮几杯，与我家大爷做做诗，谈谈文，有何不可？啊，是此重名居士。那夫人意下是何啊？我有个妇道身家，还是不去的好。官人，你也……哎，娘子，想那张郎虽是萍水之交，连日来嘘寒问暖，深情难洽。今日我再执意不去，岂不尽力于愧？何况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宁，也该去向他道爷致迎才好。你若不去，便安心在店内歇歇，等我回来。是此官人就要少饮，不必早去早回。我去随回，娘子放心。何公子，请吧。啊，好。我家娘子，何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。是呀，方才张府管家专程前来相请，我官人无法退职，故而去了。你们与张大爷是故交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初到海宁之时，在大街上认识的。哦，这海宁城也不太平呐。我家娘子，你们准备再住几天呀？我们明日就走。对，还是早些动身的好啊。我家娘子常言道，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万事难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为上啊。多谢店家关心。不必客气，有事只管教我。回来了吗？娘子开门，娘子开门。是我官人回来了。你小娘子不必怕，是区我啊。夜半三更，你怎可到此？小娘子啊，义父两小俱何在？在我府中混在。他喝醉了。怕你在挂心怀，我特地送信来呀！张公子，带上
去吧。你多岁同房，不为冷清清，万事区区来作陪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小娘子，自从见到了你，我可就得了相思病了啊！我无为国也三陪，干爹年送去相会，一呼百应谁该会，交破回笼人啊来，今宵这女把女郎为明朝宝地一富贵。什么事？啊，张大爷，哼！大胆要命，尽管多管闲事，还不与我滚！哼！张喜，张喜！哦，大爷回来了！恭喜大爷，我喜大爷！哦，你娘个西！哎呦，大爷为我做半模样，循环翻天烦恼，挨了有个巴掌，气死我了！啊！哼，大爷，这大爷，不是叫你在书房找了我公子吗？何公子看看，我来吃杯茶。何公子可曾醒来？尚未醒来。去！是。大爷，今夜好事不成，那我现在醒来是我错子啊！哎，大爷，这张鑫，把宝九尸体一起送进书房，将我文旭唤醒，绑上刀，问他有个应接不成，杀死梅香之贼。大爷，好主意。阴间不成，杀死梅香，带罪！这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。大太后文书，若因劫不成杀死梅香的，还不重日招来。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神正不正拒绝，你外官狡辩。来呀，大营死！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草民冤枉啊！我家娘子，不好啦，不好啦！何公子被官府抓走，要被押往杭州。什么？烟昏昏。
趁早恨我强，今日见我杭州府，言真真神。三生长命，王法难道，你我快走，快走呀！远程海底乃是心。这样慢慢腾腾，几时才能走到杭州呀？走。伤痛难忍，不两强。寒悲外闻。我儿这也要罢，我比你更难过。要不是上头逼我，一切与你，想为家与我儿举丧出殡都不能够了。你快接我走，走。官三，娘，你是什么人？大嫂，可怜我官三来到异乡，忙随冤枉，今日要往杭州一走，看来凶多吉少。大嫂，求求你让我们夫妻再讲上几句话吧。看你们夫妻一场，实是可怜，就让你们说上几句，快些讲。多谢大嫂。哎，你们这次切日黑日，沈家夫妻一场，实是可怜，我带他们到门外说上几句啊。走。娘子，走。官三。娘子，你怎么会追到这里来的？是店小二看到官府告示3日饭量往返，要往杭州府，他告诉我再来接你最后一面。官三，你这啥？你怎会饭量
去赴宴，这张堂再骗我去见你为王，恰是比肩不真心为恩，因是他设计副梦圆。这个长大什么坏事他都做得出来。官人，我要去阜阳，去告院长。娘子，千万不能去，他们官官相护，你咋是抛头露面去杭州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，震撼了张堂之意？我此去杭州，身万无妨，你万事为相，另配良缘，总谢夫婿。官人啊，万难如其心意上，夫妻能领报比方比家郎。我赋予生命一生缘，我生愿相有希望。娘子啊，你多珍重接上，生下儿女好模样，啥能管他无病无灾长成人，要叫他两态生存，不能他忘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小娘子啊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娘子，哎，官人，回吧。吴秋水，听你夫妻演讲，你是被张当爷，真是你与张当往日有仇，夫财今日有冤。无冤，我与张当萍水相逢，就因他谋妻不成，故而加害于我。是此时来，那梅香死得可逆，怪不得一介路上，那丈夫管家张兴放出话来，杀取你性命。张家大爷尚闻名20两，这世道。大嫂，郭先生，你赶快逃命去吧。我在宫门奔走多年啊，这颠倒黑白之事，我见得多了。郭先生，趁四下无人，快走吧。多谢大嫂，可
太大手。不妨，我已有了主意。我儿王策昨夜病故，丧礼陈列，官府中无人知晓，就将我儿的尸体与你顶替。是指你不在场，谁害儿？不可，不管当。此次你就改名我儿王策，一路小心啊！我这里有20两银子，就带在身旁。不，这银子我不能要，拿着，这银子我不能要，拿着。这是你家小娘子今天来看你的时候敬我的，你快趁四下无人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多谢义父救命之恩。秀才，谁实是有了出头之日，定要报家仇国恨，实是做了官，定要为民伸冤啊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出了什么事啊？那张道要抢我！怎么？张道又要抢人啊？哦，快！大爷，转眼之间就不见人影了。前面一家茶楼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走。老太婆，快来迎接我们张大爷。今朝一定是东南西北团团过风，竟把张大爷给当我小弟来了。张大爷是喝红茶还是绿茶？龙井还是花茶？少啰嗦，谁要喝你的茶？我来问你，可曾看见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？啊，身背包袱的小娘子啊！哎呦，我可没有看见什么小娘子。当真？张大爷不相信啊？那我又何必多管闲事？耶，张大爷，莫非你怀疑那小娘子藏在我的店内？好，免得你不放心，你就把我这店里里里外外搜上一搜。丁青哎，你们出来，让张大爷搜店。张大爷，请搜啊。没，去，走，张大爷。张大爷，哎呀，我到处找你，那何文秀已经死了。喏，血刀在此。那是，走，告辞。官人啊！哎，小娘子，大爷，王兰英在此。上去与我带回府去。谁管？怎么？你竟管我张大爷言事来了？平日里你妄言霸道，我管不着。今日光天化日之下，到我的店内强抢民女，我杨妈妈非管不可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来呀，与我抢！哼，你敢同府，我杨妈妈奉陪。上，进我上！快上啊！快，进我上！你们等着！原来是个不经大的死喽！真是气死我了！
等我再回来，走。说，多谢妈妈，居民不必客气。哎，你家住哪里？因我落在张堂之手呀。妈妈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妈妈居民之恩，兰因关机不记。哎呦，不必说了，我啊最见不得姑娘家受人欺负。哎，你实行留在我们这里啊，我多一个干女儿也无妨啊。姨母在上，请随兰因也罢。哎呦，起来！哎呦，这是因为女儿连累姨母一家，叫女儿所安心。都是张当害人，女儿不必担心啊。我们再想想办法啊。妈妈，张当被打，岂能关心？我们留在此也不得war人。不妨搬到我们老家东上一斗，距离桑园山野小城，来往的人也很少你。好，我们收拾东西，马上搬家啊！上！大爷，人都不见了，与我走。这个情深我
一冲而闻，娘子终极无此情，换来失望3年整，魂牵梦萦思来意。那一年他淋漓之时深有韵，两地是今日定有小叫声，娘子啊，不知你今在何方地，不知你母子可爱你，不知你虎口真特些，不知你3年是我多光阴，我做事有想心不宁，娘子啊，你究竟是死还是哎，先生，你看，先生，前面就是我杨律了。童儿进去看看。是先生。小儿，客官是喝茶还是字典呢？两样都不是。那你们来管什么？小儿，莫怕，哦，先生，你不是被奸臣所害？我家先生年到归顺相知，躲过了一劫。你的腿，当年你们最后，张堂嫌我碍事，差张信来打断了我的腿。他们狼狈为奸，将坏事做尽。3年前，就是张信将你骗走，张堂欺说你去，我都亲眼所见。小儿哥，你可愿出面指证他们？能惩治这群恶人，我当然愿意。多谢小儿哥了，我还想向你打听个神。你一定是想问你家娘子吧？不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？3年前，张堂四处派人在抓你家娘子呢。那后来呢？你不必担心，听说后来被开茶旅的杨妈妈拘了，杨妈妈一声好妇你，听说还把张堂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那他们现在身在何处？具体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一个距离伤远的地方。距离伤远，这样。老两花村，7、8两林
来之天一如上元多美人，眼快人家十数本，那一边做礼貌虽为得胜，莫非就是杨家门，带我上前把门开。为什么今天大人门关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。我望还有只藏在我家长巷内快分明。窗口高来快不见，哦，有了，眼快啥头就看得清。本是举目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香台草上放，泼墨叫一分两旁，三字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做上房。一碗八下红灯天堂哟，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壁香，第三碗香尽蘑菇灯头布，第四碗大菜香光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葡萄牛与牛，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大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花子又一裳。哎呀，快起来，不然为我做三周年，我家娘子心意长。耳边忽听叫官人，分明是母亲王来英，夫妻分离3年整，今日相逢喜万金。在
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去啊！哎呀，兰姨姐姐昏倒了！啊，兰姨！哎呀，兰姨，兰姨，姐姐，兰姨，姐姐。姐姐，哎呀，兰英啊，侬们不要再伤心再，女婿死了已经3年了。官子，我看啊，还是把这灵牌烧了，免得侬再伤心。妈妈不要烧，那么侬不要哭啊！官人篡造王室，告状不正，至今冤罪诽谤，叫我真不伤心。哎呀！官人，看兰英10夜天哭，要是哭坏了身子，搿能个办呢？哎，兰英啊，3年前我始终没看见女婿的尸体啊，说不定啊，伊坏了市场里啊。等算命先生来，我替女婿说说命看。多谢妈妈啊，随妈妈进去吃饭啊。再。
文书来算命。算命，算命，哎呀，好啊！倒不是将计就计把气为，明日里我再到上院来叫算命。起来出了人，要全为我去往来迎。八步早把手中拿，算官气色些分明，姐姐迎来风流平。九里上院叫算命，他是快想算命啊！耳听女声叫算命，想起我父啊，我公正。我看他名字好表奏响，为什么青春年少丧了命？看来面相那作证，看来生死早知应。命中好来命中坏，吉凶何不能料定？算得准来在夫前，算不准来不要紧。这先生自称算得准，请他与官人算一命。家道贫穷难度人，哪有银钱来算命？我这里声声叫算命，不见杨家有动静，难道兰英未听见？难道家中无有人？想起了杨家家道贫，莫非是无有人前来算命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的王先生，得到海宁来扬名，大户人家叫算命，民间要算无良人，中等人家叫算命，带着台湾的点心，贫穷人家叫算命，不要银子半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到天洞的24分，送给小儿马高兵。先生说话真情，
你算得清，看来这先生有本领。我还是叮咛你莫讲他听，算一算不可的冤枉先生言道：“贫穷身家寿命，不要凝结，万口算出冤枉他是你。”哎呦，真是来得好，来得巧！婷婷啊，快请先生进来。哎，啊，我替女婿说明。啊，侬进去。算命先生，快来，我们要算命。哦，来了来了。阿妈妈，江湖人有礼。先生万礼万礼，先生请坐。好好好。请问妈妈，你要算的是男命还是女命？男命，男命。请报时辰8时。先生侬说说，我去问来，我去问来啊。先生，我问来了，问来了。喏，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申日，辛卯时。哎，对个，对个，对个。带我算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时辰8时8分明，问需要算自己命，别人的命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命儿我算得准。先生，请坐。好好好。先生，侬可要老老实实、详详细细的算来哦。算不准就敲你的照白。啊，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逢人，照明着说。妈妈听啊。6岁无关看，7岁8岁上学问，9岁10岁有文昌官，11人待你，12算到17。妈妈，做啥？17岁上有灾星。灾星？哎，啥个灾星啊？17岁
朝中接人来在，爱他参加一门门，只有此名能逃生。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，可比哈子孤主家。先生，侬说人家同我闺女儿讲得来是一点都不错啦。先生，那么后来呢？待我算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17算到18岁，哎呀妈妈，做啥？18岁有梦大满心，老友自在飞来红，生命官司大在身，明晚小人爱相爱，谁却怨命难成。这个先生好像亲眼看见过一样哦。哎呀，遇哭了啦！哎啊！哎呀，兰姨。耳听娘子可悲声，问谁心中人不人？真乃不管路真人，夫妻全当马路人。我怎能假若算命爱相劝？劝对娘子莫伤心。啊，妈妈，此名是万好啊，是万好。哦哟，你俺死他嘞，我好得出来。幸亏遇逢贵人心，贵人相聚得从生18故去19层，道尊青龙交谊，今年正当20余，金榜当中做公卿，莫下夫妻可相为，破镜重圆得情。见生生万法中听，不变来朝红天神。我女婿死了3年整，那余生死再不生。你们须得不相信，我此命在也明真。他命中实在不该死，莫下枉在世上真有此事？先
先生。啊，妈妈，里面是谁在的口啊？是我的干女儿，实话都能说了吧？方才说个男名是我的干女婿，冤枉死了已经3年了。听他哭得伤心，莫非有还冤之事？是个呀，先生。既有冤枉，因我不去申冤告状啊！哎呦，我们是冤呀负呀都去告了，都是一等板子。滚出衙门，那就再往上告。先生，我叫俺往啥个地方去告你？妈妈，我一路引来听人讲，有一个新人刑案，明日就要到海宁上任，你们可先去刑案院台告状。哎呦，事情啊，哪个毛儿不退婚，哪个官府不团长？是恐怕二院的板子啊！哎呦，更厉害！这个刑案大人，他为官清正，铁面无私，你们去告状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哦，他是个清官啊！哎，可多少去试试看哦！哎呀，一时到哪里去想上子哦？上子，我为先啊！啊！哎呀，定睛哎，快点先上马嘛！哎，先生，我们还没有说这副是什么愿望，你怎么提起笔去写呀？哎，是啊。哦，这愿望嘛，放在算命都已经算出来了。三层楼算尽，四两金绣泪里，四血上子四生根，明日里定交册子我法令。哈哈哈！长一些好，妈妈，请好。我老太婆不说事个，定睛啊，快夺去把那机器看看，写的对不对？啊，妈妈，告辞。先生，那多谢妈妈，请。先生，要是这趟账子搞正了，跟我老太婆再好好的谢弄嘞。妈妈啊，姐姐说账子写得很好，先生辛苦了。妈妈，我们没有银子接先生，这里有双鞋子，去送给先生吧。到底是我干女儿想得周到啊！先生，俺家道平安，没人情相送，喏，这里双鞋子表表心意。啊，妈妈，子我收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做啥？收下子人的夫妻相慰啊！那，刚刚就没好话了，这讲不定啊，到底是发牢骚个了。那，哎呦，真是的！妈妈，那说明先生呢？醉了。这场子，这场子好像是我官山的笔记啊！哎呀！王大人，以后可要请多多关照啊！王大人，我今日前来是拜会大人。既然大人有公务在身，我还是不打扰的好。哎，张师兄既然是乡绅，想必更了解海宁民情，不妨随我一同审案吧。来呀，快手！张师兄，请手。
带接古人上堂。带接古人上堂。大人伸冤！呈朝。张师兄，请来宽敞。此算是大人宽赏。高丈人王兰英，上告本城恶霸张唐，见识其行，欲转兰英。自杀梅香，厌爱我府，还宁愿滚滚相误，团长枉法，将我府和文学却当征召，劫财社会，于途中杀害我府。小夫人正愿山寨，申诉无门，我就青天大圣洞察秋奥，明辨在这，上告，上告！大人伸冤呐！张唐，此场所告，可是实情？王大人，向月生乃是官宦之地，读书之人，一向奉公随法，安分守己，岂会做出此事？哼，分明是调虎养业，诬告。怎么也诬告？诬告罪犯错，王大人按律问罪。张唐，你血口喷人太监啊吊，你常是欺人在不孝。五夫人赵传世，山寨成员恩义孝。王大人为民之爱，生命愿，民警高原擦去好。或许早已莫必了，当他御前来迎四前锋，为当不平对差的官相误，张难道一他无言，王大人，我本虽杀人在一朝，他本是心头此王无言道，调虎押言来诬告，官的年成莫轻饶。李大圣，小夫人还以圣旨，待圣旨，待圣旨。参见大人。3年前，张当谋害侯文旭之事，爷爷将来。3年前，张信骗何文旭去张家隐居，张当又霸占与何文旭之妻王氏，我都亲眼所见。何文秀却当征召，一副行人。张信寻我传张当之旨，今我闻人而入了，要害何秀才一条命。大人，这分明是吊命诬告。他们有长子，我也有。张信，将我的长子呈上。是。银票，方大人明察去哈。张唐，本院不是3年前团长枉法的害人院，厕所。张当逼死我女儿，害得我无辜失了亡。张当抢走我家产，害得我母子难活命。张当的地产名望，害得我妻离子散。张当对我输不起，望青天大人把冤伸冤啊！伸冤呐！张唐，审证据在你，招是不招？哼，片面之词，何以作证？负罪可招。张信，在，我们追。是。
夫最可造。这200两纹银何用？张希，你可有话要说？大人饶命啊！小人举报，3年前张当阴间不正，杀人命案我亲眼目睹。关于那大大小小的案件，都是张当叫小人做的，还望大人从轻发落。你这官奴贼！哎呦！难道我张家还怕有个小小金案不成？哼！张腾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本院是谁？你？我就是3年前被你害死的何文旭。何文旭，原来你就是朝廷钦犯何种之子。3年前被我义父埋门草斩，不想你畏罪潜逃，至今你还敢冒名顶替，还敢杀我！哼！我们追着讲，公子张唐，何文旭，我父掌管刑部，你父当造太师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王之万法与使命同在，我身为刑案执法是善。何文旭，你冒名顶替，夺取公民，犯下欺君大罪，对我上报警侦，看是你的命大，还是我的命大？张唐，我张当出狂野，气嚣张，常使恶人称苍皇。文须我们早也，今日历史此经当。上来清茶，上坊间，在我这平民们真正铁棍为上苍。来呀！将张当推出去斩立决。多谢钦天大人，多谢钦天大人！哎呀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娘子，结婚了，你谁哭了？好算在心里草堂，黑天后晴过云层，3月光明观堂，金钟报国为公娘。义父义母在上，文旭在此夜起，拜谢义父义。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年还记得迎新9里上远方来，银谷山里桃花路，追过老里杨花村，去报梁林来春路。9里上院面前人，看只见一座上院多美人，眼看人家十书文，那一边竹篱
茅山会得胜，莫非就